阮等你相思，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是敬虔。这条歌也是等待主降临伫大降节习惯所吟的诗歌。愿上帝帮咱扶持，祝福带领。这是咱做伙来献开圣诗第306首。圣诗第306首只有一节，所以咱若捌吟唱过的兄弟姊妹，应该是我知影，这条歌其实是轮唱的。所谓轮唱，就是第一谱表甲第二谱表、第三谱表甲第四谱表。合做一组来唱，所以咱来熟悉这个曲的旋律了后，第二遍咱就做伙来轮唱。轮唱的方式就是请圣歌队唱第三谱表到第四谱表开始，所以不要紧，咱做伙来吟啦，做伙来吟来，预备，预备来，我的心里着了主。有了主眼更显亮，我的心里不怕畏惧，一切何事是主所行。我主，我的心里有了主。我的心里有了，做伙来，我的心，我的心里有了主，有了主眼更闪耀，我的心里不怕畏惧，一切何事是主所行。我主，我的心里有了主。我主，我的心里有了主。这条歌第二遍的时阵，我要邀请圣歌队的轮唱。假使咱的兄弟姊妹，那要甲圣歌队做伙轮唱，嘛会当甲因做伙轮唱，了解我意思吼？然后咱这条歌就唱3遍就好，对头到尾唱3遍。第一遍做伙唱，第二遍就加入轮唱，然后第三遍也是同款用轮唱来结束。愿上帝帮咱扶持，透过这首歌的歌词提醒咱。我的心啊，你就学得住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请咱安静心，开始来敬拜，请奏乐。
点击。伫内面有活命，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，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，黑暗毋捌赢过光。咱的心若有主的光照，就会有欢喜。主救赎的光照咱，互咱脱离罪恶，带来欢喜。咱即个为光做见证的人，为欢喜搁再欢喜，连天使也上赞。即礼拜是大感谢的第3礼拜。即期若结果叫做欢喜，愿欢喜的光对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照出来。咱做伙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你是叫阮毋通忧愁的主，求你赐予阮的希望，满足阮的人生，互阮活的每日快乐，时时上赞。得到真正的欢喜甲满足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吟《俄罗圣诗》，圣诗第43首，世间正人拢着恬静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我的花如水。
徛咧，所以用四和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以勒罗人来受苦，定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打一个全能的父上帝大名。伊要为呀，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可公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角来启用，启文第45篇，也是以赛亚书40章，伫圣诗后面1081页。我来启，请会众来译。至圣者问：恁有啥物人亲像我？恁夜目看天，是上主。伊调一万军，算因的数额，因为伊有大气力，有大宽能。雅各啊，你是安怎怨叹讲？以色列啊，你是安怎埋怨讲？你敢毋知，上主是永远的上帝。伊袂夜，嘛袂先。夜神的人，伊互因有怨气。少年人拢袂夜先。毋过，我靠上主的人，会重新得到快乐，因为亲像鹰鸟体色飞悬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慈爱全能永远的上帝，愿谦卑诚心来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，互阮会当听做你的儿女，三甲自责伫圣殿敬拜你。因为你听阮，搁赏赐你的独生子，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赎回世间人，互阮甲你有美好的关系，甲永生的愿望。今仔日是大降节第3主日，上主，阮感谢你透过主耶稣的诞生，将平安甲喜乐带来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有时阮也想要过充满喜乐的生活，但是嘛感觉无容易，因为阮常常心神软正，特别是拄着艰难的时刻，恳求你坚固甲洁净阮的心。时刻听切阮，是你在掌管一切，帮助阮虽然伫百般的试炼中，还会当保持大喜乐。求主你的圣神，甲阮生活伫咧，你也赐智慧，互我牧师，因带伊咧讲道中分享你的真理，互阮伫你的启示中得到快乐甲帮助，打开阮的心灵，互阮会当真心回应你的呼召。来更新阮的生命，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个主要所有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创世纪第8章15到22节，和本圣经伫第8页，现代台语本圣经伫13页，跟着我来读。上帝对拿阿讲：“你甲你的某、你的囝、你的新妇，拢着出大船。你嘛着互遐个有肉体的活物，包括飞鸟、猩猩、甲底白的动物拢出来。
互因伫地上生炭，加添真多。那就甲伊的囝、伊的某、伊的新妇拢出来，所有走兽、飞鸟、特别的动物，甲地上一切活物，各照因的种类嘛拢出大船。那为着上主起一座祭坛，对礼仪上清气的精生，甲飞鸟中间带一部分来祭坛顶，献做烧化祭。上主凭着这面的香味，心内就讲：我无要过互人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土地。虽然人对细汉心所想的拢是歹，我无要过照我以前所做的毁灭所有的活物。大地若要存在，栽种收成，寒热，冬天夏天，日时暝时，拢会继续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时，请圣乐队来赞美，赞美的是我是宁静耶。
这是请我们所正道，题目是上主的慈爱。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。天气若变寒，我相信咱着骹手着小可冷去，所以请咱学习互相，互彼此的温暖。所以请咱握手握着迄个，到迄个，互咱的手烧起来迄个人为止。假使咱若有点进去，嘛会当免握手不要紧吼。即时咱若会使，你若感觉会使，你会当起身，甲附近的兄弟姊妹，然后握手握到迄个，互你的手烧起来迄个人为止。请开始。有当时啊，当咱的手若较烧，咱的心有可能就烧起来。所以愿上帝帮咱。虽然有当时啊，咱会因为疫情搁真严重，会因为咱惊感染等等，总是愿上帝帮咱，互咱会当彼此相让，彼此相牵。互即个温暖真正伫咱的心内底，伫咱的生命中，爱会记起即款的温暖，有时就是借着上帝，借着咱身躯边的人所互咱的疼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有时骹手会冷，心头会冷，是因为阮看袂见光，阮心内底失去亮光，失去毋望，求上帝帮咱扶持。当阮伫即间奉你的名设立的会堂内底，阮点起这个蜡烛火，透过这个形式顶头的光，主求你也温暖入伫阮的心，帮助阮，互阮不管啥物时阵，拢毋通袂记即你的光要点倒伫阮的生命中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我捌甲大概最近即几冬伫桃园精神团契服侍的陈牧师开讲，有咧讲到伊伫感觉中服侍的代志，毋是关于感觉哦吼，是入去感觉咧服侍受刑人。伊讲伊伫监牢内底、监狱内底，差不多每一个，因为因拢会固定甲遮个受刑者咧讲话，拢会固定。伊讲差不多每一个甲伊讲话的受刑人，10个有8个拢讲我无做，我无讲话啦。然后人问因讲你愿意悔改无？差不多所有人拢讲我愿意。总是真可惜的是，照估计，受刑人假设就是服刑的期满10个中间有7个或是8个会搁再犯，搁关入监牢内底，比率真悬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检测这甲人的本性有关系。咱真无容易去承认家己的罪。咱来坦白讲，差不多每一个人拢是安尼。咱真无容易诚实承认咱的罪甲软弱，但互人有第二摆的机会，咱搁犯罪或是犯错的机会嘛极悬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照圣经创世纪的记载，其实咱所现在所伫的这个世界，就是上帝予这个世界甲人第二摆的机会。这就是伊的主爱，这就是伊的主爱。总是请问咱，
现在是毋是有珍惜这个上帝所予咱这个第二摆的机会咧？那甲伊厝内底的人一直种画面，伫大船顶头生活差不多一冬，对大船出来，这互我联想伫新约内底也有共款类似的情景。主耶稣的好朋友列撒罗死，当耶稣来到列撒罗的墓前，伊挡袂牢就流目屎。我讲迄个流目屎伫这个语言内底会表达，迄个原文的意思是徛伫遐，然后目屎就挡袂牢就流落来，毋是迄个嚎啕大哭啦吼。伫遐约翰福音伫遐的记载是安尼，挡袂牢就流落来。约翰福音10章39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即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明言讲，甲迄块石刷开，死去迄个人的阿姊大马大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伊死4日啦，已经臭啊。那一家人甲伫梦中的列撒罗情形真类似，大家过去即差不多3冬外。伫这个世间，真侪人，互人关伫家己所住的所在，袂当凊彩离开伊所住的所在。即款的情形真类似。随上我嘛看过真侪影片，相信大家可能甲我同款。伫大陆某一寡所在，规个大栋的大楼，迄个互人用铁链啊拉绳起来。用绳拉锁起来，禁止人出入。随上伫疫情流行的期间，伫大水四界拢是大水围内的中间，甲倒伫4天的云雾中，这个情形拢真类似。人真容易伫即款的情形内底对性命绝望，就亲像马大。咧应耶稣讲，啊，伊已经死4天啊，一定臭啊。总是主耶稣安那应伊的话咧。约翰福音11章40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即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甲伊讲，我竟无甲你讲，你若是会看见上帝的阳光啊。假使咱若愿意顺服上帝的话，那安尼就是去到上黑暗、看无毋望的所在，甚至人感觉死了真彻底的所在。伫遐只会当听候，总是咱的心也袂至到绝望，因为咱会相信，会听候。就像咯，今仔日咱逐带咧读以赛亚书第40章，迄个和合本是翻译做“听候耶和华的人”，现代翻译来翻译做“倚靠耶和华的人”，倚靠上主的人。一个会听候的人，用另外一个角度叫做是倚靠上帝的人。所以虽然听候，咱的心也无至到绝望，因为咱相信听候迄天要来。创世纪第8章15节到16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上帝对咱讲：你甲你的某、你的囝、你的媳妇，拢着出外船，是出来，即天要来。当上帝讲出来，就代表死亡、混乱，无搁掌管一切。就亲像主耶稣伫列撒罗墓前祈祷了后，约翰福音11章43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讲煞，耶稣大声喊：列撒罗出来！过去上帝吩咐那阿，上帝囝也呼叫迄位已经死4天的人出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伊嘛要命令咱，
叫迄个长期伫咱心头的黑暗妖疑，毋信，呾拢爱亲像拉阿甲伊的动物迄款出来，踏出咱观察的所在，行来到上帝应允咱的所在，爱出来吧。创世纪第8章17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，做伙来读来。你嘛着互遐个有肉体的画面，包括鸡鸟、精丝、甲得皮的动物拢出来，互因伫地上试探，天天做做。出来毋是无任务，出来是爱展开一个新世界的开始。这也就是新的创造，所以爱有次序，袂当混乱。这画面就照上帝画出来，有要紧的任务，就是生团做做。伫遮先来讲这叫做出对祭司典的记载。这出对祭司典原文是对照。亲像创世纪第1章，咱一直读到上帝伫原底创造的时，就对世间万物免会吩咐。所以伫遮佫继续出现，创世纪第8章18节到19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那阿就甲伊的囝、伊的某、伊的媳妇拢出来，所有会走兽、飞鸟。得皮的动物，甲地上一切画面，佮照因的种类嘛拢出大船，照种类、照次序来行出大船，表示伊犹原是迄位掌管一切、安排，佮照家己的种类有顺序。有条的主，总是人呢。咱时常想要照家己的计划控制咱家己以及咱所伫的这个世界，总是结果人若要照家己的意思，往往有时阵会制造更较大的混乱。人类想要成做家己命运的主人，总是人要做，却时常带咱。行往混乱，甲无路用。加在那阿伫出大船的头一项代志，就是向上帝献上感谢。创世纪第8章20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做伙来读来。那阿为着上主起一道祭坛，对礼上清气的精星甲飞鸟中间，带一部分。来伫祭坛顶献做烧化祭，那阿被描述做甲上帝同行的人，对伊出大船了后起祭坛敬拜上帝，咱就看会出来。祭坛起祭坛是为着要献祭，啥物话叫做献祭？献祭就是礼拜。对咱来讲，其实献祭就是礼拜。一个会敬拜、会礼拜的人，是知影有上帝的人；一个袂晓敬拜，就是无做礼拜，是心内无上帝，就是知影有刻雕工要离开上帝的人。当人行出那梦迄款的大船。领往伊的拄好是搁活的日头，若对照入去，那伫遮所现的，应该叫做烧化祭。啥物货是烧化祭呢？咱等者可以当讲较清楚。创世纪第8章21节 A 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上帝为了祭米的香味。其实这是一种想象上帝的方式，了解意思吼？咱做人无多，就是有做人的限制，
所以透过安尼来想象上帝。随上这嘛会当甲利未记的描述做伙来比较。利未记在第1章17节尾段是安尼讲的，做伙来读来。宴会烧做香香的烧化祭，献互上主。有读到迄个香香的无？迄个其实是对照的。所以当大水消退，土地得到更新，咧学了性命的时阵，自由会拿献上感谢的烧祭。这个烧祭毋是照规定的，无人规定。上帝嘛无需要人献祭，上帝无需要。更加毋是要想讲要拿保罗，还是透过烧祭来操控上帝。伫遮只是透过安尼来表示人的感谢，单纯的奉献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叫做咱今仔日敬拜，咱今仔日礼拜甲奉献的意义。后来伫圣殿内底，伫每工早起时、黄昏、下晡3点的时，拢献的，就是即种祭，叫做烧化祭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要得到上帝的感纳，就是接纳。无需要特别的表演，无需要人看做哇，有够澎湃，有够厉害，有够侪人，有够大声的演出，无需要。搁较毋是迄种外在形式的仪式，要紧的，就是来到做伙来到遮，做伙礼拜，做伙献祭的人，咱这个人是毋是带有感谢的心？甚至咱是毋是带有忧伤痛悔、真实献上的心？咱若有来到伊的面前，那安尼，伊就甘纳。烧祭甲别个祭祀上大的无共款，就是全部拢爱烧伫迄个祭坛顶。咱若读迄个利未记就知，空去了全部拢烧伫迄个祭坛顶。所以这是表达一种全人降服、完全奉献、拢无保留的委身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叫做礼拜的意义啊！咱的礼拜毋是要换上帝欢喜啊！咱的礼拜只是单纯，咱感谢上帝赏赐。咱的奉献嘛共款，上帝赏赐，主我知，所以。我愿意，上帝摕去。所以咱才会读到上帝伫遮的回应。咱做伙来读创世纪第8章21节尾段，做伙来读来。心内就讲，我无要搁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土地。虽然人对细汉心所想的拢是歹，我无要搁照我以前所做。毁灭所有的画面，咱来知影伫创世纪第3章内底，上帝捌咒诅土地。创世纪第3章第17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既然听叹你的某的话，食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的果子，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着一世人劳苦。才会当对土地得到食物。当人要照家己的心意违逆上帝，毋愿顺服的时阵，咱读到土地连带受到咒诅。所以，当人愿意降服向上帝献上感谢，咱就会当明白，原来土地是上帝借着伊的话语所赐的礼物。当土地无搁是人掠做这拢我的，用强暴占领的产物，而是诚做土地是诚做人甲上帝中间关系的一部分。那安尼土地就会诚做祝福。
听有意思哦。咱所有的土地产业，有时阵嘛有可能会变做救助。爱会记得，毋通互迄个救助继续，就是毋通掠做即种我的。虽然上帝停止了对土地的救助，总是上帝是监察人的心，所以伊犹原看见一项代志，就是人对细汉心所想的，拢是歹。所以加尔文伫讲到即段的时阵，伊的讲道内底就讲，假使圣经规个圣经的故事只有停伫即个所在。恐惊上帝每一工拢要做大水来降法。冯拉德这位真出名，顶世纪20世纪出名的旧约神学家，伊安尼讲：伊讲一开始上帝行法是因为人的罪，总是到尾人犹原伫共一种境况内底。伫创世纪第6章第5节，咧讲起上帝看见人的心所想的拢是邪恶。结果咱读到创世纪第8章17节，犹原无变啊。所以大水的行法并无改变人的心，人的毋望犹原需要仰望上帝的计划甲行动。总是上帝虽然安尼。伊犹原做出伊的应允，伊安尼讲，做伙来读即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无要搁照我以前所做，毁灭所有的话语。神学家讲，对文化的形式内底，这就是一份正式的皇家公告。对当时的文献内底来看，这就是正式的一份皇家的公告。透过这个应允，要显示上帝的本性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所信的上帝。伊毋是只个施行刑法的主，伊是忍耐甲宽容的主。伊愿意对伊所创造的世界的甲人做应允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即场大水无法度改变人，总是去改变上帝。创世纪第8章2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大地若要存在，灾情修成，寒热、冬天、夏天、日时、年时，拢会继续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即摆感觉寒对无？其实咱嘛是咧感受上帝的慈爱。前2天煮热对无？迄前2天敢若爱吹冷气啊，结果冰2天到即摆爱穿袖仔大衫咧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每一年每一日拢咧见证即个大地四季的运转，日暝一直咧轮替。咱若有感受这个事，无毋对，虽然感觉寒，像我妈妈惊寒，爱加烧，有烧的棉被，有烧的人，有互相的温暖，咱爱感谢上帝，这就是上帝无比的恩典甲供应，就亲像先知是安尼吟唱，耶利米哀歌。第3章12节到13节是安尼吟唱，做伙这是一条歌啦吼。先知咧吟，先知是诗人啦，所以吟唱这个歌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，耶利米永袂断绝。逐早起换新，你的信息广大，咱应该逐早起醒来的时阵，就知这就是新的一天。就亲像
一开始上帝的创造对混乱、失去次序、真做和谐、有迄个顺序的所在。当上帝将拉阿甲伊厝内底的人，甲大船内所有的活物，拢带出大船，就亲像安尼。虽然伊要面对的是经过灾难、大水洗过的土地，伊要面对的是重新起造、规个拢破坏了的世界。总是迄个创造万象有的上帝应允因讲，会带因重新互土地恢复生机。这就证明上主的慈爱，伊伫每一日拢要赐落伊的恩典甲怜悯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大水是公义的上帝挡袂牢、看袂过，来降落刑罚。搁较是互即个混乱的世界一个重新创造的机会，一个新的开始。上时原本受造爱成做上帝圣殿真美好的世界，互人类的罪污染到极点，所以上帝爱用水来清气。这就亲像上帝伫上帝的律法内底安尼提起。利未记15章、17章甲民数记第8章拢安尼讲水有清气的功能。这也是祭司到后来以色列人伫清气的礼仪顶头袂当欠过。所以《申命记》咧对咱讲，受暴力污染的地，爱用清气的礼来清气。所以就亲像新约家所讲。大水虽然是降落上帝降落刑罚的工具，随上也是上帝要清起土地的工具。上帝重新塑造人甲土地，是透过大船救挪亚一家人甲遮的生物活物，伫大水了后，互因重新开始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是再创造，也是搁一遍的机会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假使咱若有机会搁换一遍，那安尼咱要做啥物款的选择？黄章鱼牧师的阿公黄连杰，伊原本是做东港良宫的东基，是东良宫的上厉害的法师。伫信基督教以前，伊是上厉害的法师。有一天，一个外国的宣教师史大必去到东港的家人来报道。伊讲的是一个故事，迄个故事我相信咱中间真侪人拢知影，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。然后黄连杰，在后来伊真做牧师了吼。黄连杰牧师伊伫迄个家人听见即个故事了后，伊的心内底就出现两个声，一个声对伊讲：来做基督徒吧，爱学浪子回头。上帝讲，我得罪你，我袂砍你，搁做你的囝。总是心内底搁有另外一个声讲：转去庙里哦，毋通袂记你是东基呢。东良宫是东港上出名、上大间的迄间庙，上红的法师呢，毋通袂记呢。所以即两个声就伫伊的心内底，即边扭过，迄边扭过。总是挣扎真久了后，黄连杰上尾行入教会，就是受人踢笑看轻。伊的亲兄弟讲要带伊结出因兜，伊也坚定来到上帝面前，成做基督徒，后来成做牧师。伫做基督徒进前，原本黄连杰会虐待伊的某，咱爱知影古早
迄个台湾查甫人真会晓对因某外口看起来好势好势，有当时啊回去就拍甲。我毋知影咱大家捌听过无，还是捌见证过。总是伊就是安尼。咱知影古早日本时代的查甫人，搁较是安尼，拍甲真厉害。总是有一天，伊的某突然间发现讲，一定有啥物代志发生，因为过去转伊厝内底凊彩就是骹内手内的红有改变，开始有改变，一定有啥物代志发生，才会互这项代志发生。当时黄连杰，伊伫暗时转去的时阵，时常会掀开一本小册咧看。这本册后来就知影，当时发行的单行本马太福音，然后开始对伊的某、家己的某以及别人变做真客气、真仁慈。所以伊的某有一天暗时就挡袂牢，趁因翁困去，就走去偷偷掀迄本册来看。有一天暗时哦，真正是暗时，偷偷安尼开始看迄本册，伊也互这个册中的故事感动。一日过一日，伊逐工暗时拢起来偷看。直到有一天，伊咧偷看的时阵，发现伊的翁徛伫伊的脚趾边，然后因两人就伫遐互相和解甲啼哭，讲互相失礼的过程。对迄时开始，因两人将家己献互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假使有搁一遍的机会，咱要安怎活？黄连杰的囝叫做黄树明牧师，伫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来台，伊捌担任台南东门教会主任牧师，而且兼中二宗教部的主任。伫伊做校牧的时阵，带344位学生受洗礼信主。这中间344位学生内底，有一位叫做王金河，就是后来被称作台湾乌卡病之父的王金河医生。亲爱兄弟姊妹，随上伊的孙黄连杰的孙，我还袂讲着伊的孙，因为伊的孙真出名，叫做过去台湾新南医的院长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对伊开始，两人的悔改，然后到伫伊的囝、伊的孙，就成做台湾教会内底，互人一直讲，上时也一直记忆的故事。对一个囡仔死去、重新搁活的人来讲，这叫做第二遍的机会。那安尼，第二遍的机会，咱要安怎活？就亲像龙主，就亲像黄连杰，就亲像哪一家人甲种活米，因为上主的慈爱，才会当有第二遍的机会，来活出上帝创造咱原本的美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爱相信，伊就是互人第二摆机会的上帝。这搁较是对死搁活的主所互咱的应允。请问，你要安怎来回应这位慈爱的上主呢？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的罪性。上时有时阵，阮喙讲阮有罪，阮的心犹原毋敢袂承认阮的罪性。
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真正日日伫你面前悔改，实实在是，这就是你所赏赐阮有活开的理由，就是阮爱活出你死搁活的喜乐甲人生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若亲像拿阿共款，甲种活米，打出大船了后，通会其实阮头一项代志，就是向你献上感谢。求上帝帮助有时，互阮这个有罪的人污染的世界，也通得到上帝的祝福，无搁有咒诅伫阮中间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第306首，我的心你着俄罗主。咱这首唱3遍。请起立。请坐，这是来奉献，请穆桂英柯敏伟技师来书献。
请起立，三角来吟红颜的诗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，拣选阮做你的儿女，也互阮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即时，阮奉献阮的金钱来做你施工的路用，愿你来欢喜来感纳。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请坐。伫报告大省，咱来先来读今仔日金句。伫第一页，我读一遍，请会众读两遍。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伊的怜悯永袂断绝。逐早起换新，你的信息广大。耶利米哀歌3章12到13节，请。咱先开周报第一页。后周是12月24，占礼礼拜，侍奉人员请开始。这个咱后礼拜敢若一场的礼拜是9点半开始，两场合并。第二页咱奉献的饼式，若有订单，请往办公室来更正。第三页消息报告，本主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，大港节点到第3期。喜乐的蜡烛，第二场是新奇体，第2场是得胜者团起来点击。下主日圣诞赞美礼拜第1、2场合并联合礼拜，9点半开始，由小会员点第4支仁爱的蜡烛。第2点圣诞爱餐，伫12月23拜六下晡5点，有准备圣诞晚会彩排的东港的爱餐。礼拜日12月24中昼10点半有准备圣诞爱餐。教会消息第1点，2023年年度的结束日，各团客甲服侍的团队、插会老师，若有年度的评鉴发票需要请款的，请伫12月24中早起10点以前提出，以便作业。信用卡奉献的，请注意入校的时间需要7到14天的时间。第2点，本会福音车要出售，时间对即摆开始到明仔载下晡4点为止。出价较悬的人，购得，请往办公室志堂干事来接洽，谢谢。第3点，2024年1到3月时间讲生命节奏已经到啊，请欢迎到办公室来领取。2024年月历，若有需要的，请到交易厅来领取1号1本。具体消息，第1点，本会吴丽玲姊妹的父亲吴正昌先生安息，伫12月12已经举行过告别式，请关心大岛安慰为主。大岛事项，请咱为身体欠安的兄姐来大岛。
咱2023年教会圣诞节的活动，请咱分别咱的时间尽量来参与。那咱活动详细内容记载伫咱的手册内底，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我大先来补充报告头一项代志吼，但是咱所敬听的业力只是应该伫早起时来过拢吼，3点，所以请咱特别为着遗族来祈祷，求上帝特别扶持。我嘛是早起时起来才知影这个消息吼。这个我对顶礼拜开始我就开始报佳音吼，昨昏报几工，即礼拜逐工拢有报佳音的行程，所以爱邀请咱教会小组还是区，迄时间通常阮会提早集合差不多10分钟，就伫迄个家户的外口吼，所以毋是照这个时间哦，是照迄个提早10分钟吼，伫外口先集合，然后做伙唱歌安尼唱入去啦吼。毋望上帝祝福平安，就来到伊所想事祝福甲听的家庭内底、家户内底。像是后礼拜咱拜六开始下晡就有圣诞暗会，要邀请咱兄弟姊妹来使做伙来参加。后礼拜拜六暗时，这个7点开始，8点半就会使入来吼。然后7点开始的圣诞暗会，也有真精彩的节目，所以求上帝特别扶持祝福。像是后礼拜的礼拜日，咱只有一场，爱去一场吼。后礼拜日咱会对9点半开始，咱这场了后，后礼拜咱做伙做礼拜了后，咱会做伙用餐，所以假使咱也有备办，嘛欢迎大家咱备办家己的碗箸，咱会做伙全教会，因为这一冬才大概几遍尔，咱会做伙全教会伫礼拜后，就做伙伫遐用餐，咱会当准备家己的碗箸，像是伫这个过程嘛会当互相交陪甲联谊，求上帝赏赐祝福，互咱伫这个圣诞节的过程内底，真正享受到上帝出世伫咱中间的欢喜甲祝福。上行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会众请起立。一遍，将你唱做我。上主我仁爱，燃点我心内。主的听，每时刻，我念同在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听透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
定額密道。定額密道。平安礼，请甲咱身边的兄姐互相请安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